一减二个，猛拿减塞口，这句耳熟能详的台湾俚语，但是对现今生活在都市里的我们，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啊！总感觉那是一段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因为那可能是上一代的长辈们才有的儿时回忆及乐趣。花莲，一个地处台湾最东部的美丽山城，在没有工业污染的环境下，有着众所皆知的山城景色，同时却也孕育着那俗称好水的大小河川，生生不息。如今就在这自然天成的好地方，人受雾峰的寿丰乡里，黄金蚬也在这无污染的沙床里静静的成长茁壮，个个粒粒饱满。阳光下更透露着那一身美丽的橙黄，仿佛在说着我是最好的。寿丰乡吼，唔请讲了，安尼了位吼，主要讲了位水质咧，有绿黄的啊，你着了个素菜好，对了位当然要当好了了，安尼寿丰了位了啊，因为寿丰了位吼，佢了位吼就算213栋圈，啊，不过栋圈佢了规个风景拢当江啊。唔请讲安尼了位大家当好了了，寿丰了。了位大家吼就当好的了位带，没有当人都媳妇都了位买梯都了位带，啊就当人都在丰田啊、寿丰啊了带，寿丰乡了带吼，拢当江当好搞，啊大家就讲，落来了位吼，新年的吼就是在中去，太阳就做人，太阳就甲伊讲事情，啊新年就甲各位做了位了吼，像了水吼，拢了位水浅浅的，新年就都佚佗下，就在去捉啦啊，吼捉鱼的啊，了就迄安尼了寿丰乡吼，老迄位较无嘛。同样的地方，午后的阳光照映着耸立的青山，时而飘过的白云是洁净而无瑕的。当我们的工作小组踏着期待的心情来到这个众人口中所说的一减二个猛拿减塞口的好所在之后呢，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张张从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在一阵阵彼此匹诺的笑声中过后，脸上所展露出的喜悦和满足，突然间那只能由老人家口中所得知的感觉，就好像时光倒流般的浮现于眼前。望着那一张张满足而快乐的脸庞，我想这是蔡大哥最美丽的收获吧。其实我们这里比较得天独厚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天然的涌泉，天然的涌泉。这边的池塘你水跟它放干以后，你看差不多2天它自己又满起来了，所以这个泉水非常的丰富，然后水质很干净很干净。那当然靠这种天然的条件还不行还是需要一些努力。那以前呢，通常就是说你养出来的今年养的拉很漂亮，那怎么养漂亮呢？不晓得所以变成养漂亮的拉要靠一点运气。那现在我们这个做这种深入的研究以后，对拉的它所需要的一个环境我们就造就它这样的一个它需要的环境，它需要的这个水质啦不过可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哦，咱们细心的蔡大哥还特别为游客精心设计了一道道的拉大餐，看着自己所捞上来的拉，在厨房师傅的手里变成那味美可口且丰富的佳肴时，肚子早已不争气的抗议起来了。你看他们吃得多开心啊！好了，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也得赶快去吃上那一口才行。等我了基本上以一个农渔民来讲，要跨入这种休闲产业，我讲那是很专业的东西。那我们很自然的这个能够顺势而为就是比如像蒙拉也，事实上会有这个休闲的产业，也是这样的一种产物顺势而为，刚好一般人没有体验过这种东西那刚好面临转型潺潺流水带来了生命，也带来了希望。因立于川流之间，也因川流而立。蔡大哥期望秉持朴实、谦和、创新、致远的精神理念，汇集寿丰乡大大小小的支流，成为江河，把生命、健康、喜悦流传到更遥远的地方，与更多人分享。Oh.